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樂悠咭。之前都講咗一部分，喺呢度我會繼續講下一啲大家都比較常問嘅問題。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幫忙點讚同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問題一：申請樂悠咭需要幾耐時間？當收到正確嘅資料及所需文件後，樂悠咭就會在4個星期內寄俾申請人嘅香港通訊地址。問題二：使用樂悠咭可唔可以繼續享用現時不記名長者八達通或個人八達通嘅車費優惠，例如不在2元優惠計劃下嘅票價優惠？合資格受惠人士當收到樂悠咭後，應使用該卡享用2元乘車優惠。作資格識別，2元優惠計劃涵蓋嘅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載於運輸署網頁，在2元優惠計劃以外嘅其他票價優惠則屬個別營辦商嘅商業決定。問題三：由於八達通備有部分60歲或以上人士個人八達通嘅資料，當這些人士申請樂悠咭時，可唔可以由申請人授權八達通將其個人資料轉移用作申請樂悠咭，以更快捷便利地享用2元優惠計劃？唔可以，申請人仍需要提供個人資料，以便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核對申請人嘅身份。問題四：當收到樂悠咭後，如何使用樂悠咭才可享用2元優惠計劃？受惠人士收到嘅樂悠咭內並無儲值額，故需於現有嘅增值渠道，例如零售商戶如 7-Eleven、Circle K、惠康、百佳等以現金增值樂悠咭。你亦可透過八達通 App 登記八達通銀包及轉數快，用手機以電子轉賬為樂悠咭增值。你亦可為樂悠咭申請自動增值服務，從此免卻餘額不足帶來嘅不便。增值後不需要啟動便可使用，增值時會即時扣除50元按金。請增值多於50元以使用樂悠咭。問題五：如在年滿60歲前已收到樂悠咭，是否可即時享用2元優惠計劃？如合資格人士於年滿60歲前收到並使用樂悠咭，交通費用會以成人票價收取，直至年滿60歲當天起，才可享用2元票價優惠。如樂悠咭持有人為合資格殘疾人士，並正使用已加注殘疾人士身份嘅個人八達通享用2元優惠計劃，可使用2轉服務，將現有嘅個人八達通嘅服務，包括有效嘅殘疾人士身份，轉移至樂悠咭，即可以樂悠咭繼續享用2元優惠計劃，無需待年滿60歲後才使用樂悠咭。問題六：成功申請樂悠咭後，若想退回現時嘅不記名八達通或個人八達通，或想將現時八達通上嘅服務轉移到樂悠咭，應該點做？可唔可以取回50元按金和八達通餘額？樂悠咭持有人可經港鐵客務中心退回不記名八達通或個人八達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會退回按金及餘額。請留意，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會於辦理退回八達通時收取相關手續費。此外，樂悠咭持有人亦可在八達通服務站使用八達通嘅2轉服務，將現時八達通上嘅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門禁系統、有效嘅殘疾人士身份等，如適用50元按金和八達通餘額轉移到樂悠咭。2轉服務是完全免費嘅。問題七：未滿60歲人士如想提早遞交申請樂悠咭，會否受理？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現正接受3個月內滿60歲嘅合資格人士嘅申請。如申請人在申請日起計3個月內未達到60歲，佢嘅申請將不會受理。詳情請參閱樂悠咭網頁。8. 如果申請人已通過八達通 App 提交了電子申請表，需唔需要再次提交書面申請表格？唔需要。申請人可通過八達通 App 或郵寄表格提交申請。重複提交嘅申請將被拒絕。9. 現時嘅八達通或個人八達通內嘅功能，例如綁定在八達通內嘅自動增值功能、門禁系統等，可唔可以轉移到樂悠咭？樂悠咭嘅持有人可在八達通服務站使用八達通嘅二轉服務。透過該服務，持有人可以選擇將其八達通上嘅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門禁系統、有效嘅殘疾人士身份等，如適用。50元按金及八達通餘額轉移到樂悠咭，經轉移後，原有嘅八達通會被即時註銷。每張樂悠咭只可進行一次二轉服務。在成功轉移後，其他八達通內嘅服務或優惠將不能利用二轉服務轉移至同一張樂悠咭。二轉服務只適用於將租用版或銷售版八達通轉移至樂悠咭，並不支援銀行聯營八達通或手機八達通作轉移。你原用嘅八達通將會被收回或註銷。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